阻住浣熊女洗衫，扭耳仔膊頭同你爭。哎呀，咁鬼死多衫要洗㗎，我洗。洗衫我都曉㗎喎，等我幫下你啦。行開啦你，阻住晒，放低啊！聽唔聽到啊？俄羅斯克拉斯諾亞斯克動物園呢隻雄性浣熊阿爾喬姆，最後都係鬥唔過瑪莎。睇下瑪莎洗得幾有板有眼，仲會加水、沙同石仔去洗添。而你就擔住件衫走，粒紐都俾你咬啦！呢場咁搞笑嘅洗衫比賽喺8月9號搞，主要係想睇下究竟雄性定雌性浣熊最識洗衫。最後由瑪莎勝出，阿爾喬姆就瘀到爆，死地氣翻入籠。結果證實洗衫絕對係女人嘅工作。對於佢兩個嚟講咯。飼養員解釋，喺大自然嘅浣熊都識用水嚟洗嘢，所以睇落識洗衫一啲都唔出奇啊！